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武。好啊，今仔日呢，咱有邀请到一位里面来开讲。这位里面呢是任武伫咧澳洲线顶台语课的时阵有着的。有一节课呢，咱要写一篇第文章伫上课时间甲念出来互大家欣赏安尼。我会记得当时就是足侪人会写生活的故事。哇！结果呢，这位阿兄伊写一个乐长，直接写一段英国的历史出来吼。真的假啊？系啊，阮翁就问讲，我是安那要用规个咧上课？这毋通讲伤济，咱互这位里面出来自我小解一下，咱来请到这个。咱这个大顺路桥卡的这个岁书人，呵，任武甲王来，个万城的里面，大家好，我叫谢聪，迄个真欢喜嘛，真荣幸，今仔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甲大家分享一寡小故事安尼。等下，你要使用本名哦？不要紧吧。我是无做什么对女性对不起的代志，应该是袂互别空啦。因为台湾这边不管对女性还是你有对男性做什么对不起的代志。对男性我是较无印象。对啊，你有我对阿聪印象上深的，就是讲我拄则讲伊写一篇迄乐长的，就是伊写迄篇就是关。看这个 Henry VIII 八世的故事，这嘛是安那咱会邀请阿聪来咱的节目，因为我本来是想讲咱北部跟王室无有啥物关系，但是因为印象当中啦，就是自古早以来南部拢是较有钱有势，想到我讲我去查一下，发现讲 Henry 八世伊的家族 Tudor 是咱这个兰卡斯特。的乡亲所以呢，北部乡亲，北部乡亲对，所以跟咱这英格兰的北部嘛是有一寡关系。住伫英国北部的人可能有较有感觉，就是兰卡斯特跟Yorkshire，华语讲兰卡斯特郡和约克郡，自迄阵就袂下，即马大家拢就爱提这个讲生笑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人讲的玫瑰战争就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啦。先讲到这个玫瑰战争，伊是一段真复杂的历史。long story short， 就是英国的国王爱德华三世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继承人之间的一个战争。一边是这个兰卡斯特的家族。另外一边是约克的家族，因的支持者呢，为着要争这个英格兰王位，来发生这个内战，前后不只超过30冬，其中若是这两个家族，包括 France、Brittany、Burgundy、Ireland 的王国拢有参加入这个战争内底来。做支援安尼最后这个战争是因为兰卡斯特家族的这个 Henry Tudor， 就是后来这个 Henry 7世伫咧我这个莱斯特这个所在镇压这个约克家族的军队，才来结束这个战争。详细部分呢，等下阿聪应该会讲到啦。好，即马
入来咱的主题吼，就是当时欧洲和英国其实和即马是差真济。咱先来讲即个背景的部分，敢会当请阿昌甲阮介绍当时的情势？是，即个故事的背景吼，讲起来话头长，想起来心头酸，写起来目屎流，讲啊大家知会着。咱就对即个英国开始吼。那迄阵卡带即个巴拉有讲着，往来歹势，毋是恁无。我暗顿食伤侪果子啊，是个。恁有讲着即个，玫瑰战争嘛，伊是伫咧15世纪的中尾，1455到1485拍30年，那就是卡带讲大家族。兰开斯特甲约克两个家族吼，那其实即两个家族拢是英国国王的后嗣后代，所以因才有抢王位的权利。那两个家族就是其实讲起来拢是cousin啊，拢是表亲结辈，所以英国人去讲这是 cousins war， 表亲结辈的战争安尼。那所以即两个家族就安尼拍甲老花老阵吼，有一点仔先古早咱台湾有一句历史啊话咧讲。清朝的时阵，台湾家族之间的战争讲吼，单拄单，牙刀啊在相残，带拄带，新主牌啊讲破，恁听有就是有听。即个抽刀王朝吼是英国的一个小贵族出身的，因是有迄个兰开斯特迄边的亲情关系，我迄边较近啊。那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吼，即个王朝。嘛是迄个无讲介在因，就是战争安尼，其实是两个大家族拍甲一定是人死甲差不多，因才有机会出头伫咧法国的支持。那加上即个内战吼拄啊煞，所以即个卡带讲的即个国王亨利7世吼，伊是欠长内都在换家，那传到伊的后生亨利8世，就是咱等下后壁要讲的即个主角的时阵。才有迄个一寡小可有本钱，通互伊即个毋正后生安尼毁类吼。但是甲迄阵呢，咱莫想讲英国拢足请赢，迄阵的英国甲当时的即个法国也是西班牙，其实相对来讲是较无钱的一个国家。那英国咱交代到遮嘛，过来就要讲到即个迄阵伫咧欧洲世界精神上足上强势的一个势力，伫咧意大利的罗马。就是咱的即个罗马教会甲天主教，迄个时阵规个欧洲拢是天主教的世界吼。那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吼，会当讲是搬山的兵，搬海的用。你若互伊无欢喜，伊就带恁兜车跋兵吼，就算是迄个一国之君吼，嘛是爱看伊的面相。国王吼，袂使迄落去得失着因，无吼，因若是甲你付出教会话，伫咧迄阵诶欧洲人诶信仰内底，你若是互赶出教会话，你是会落地狱。那甚至你伫咧你诶国家内底，你诶统治诶即个 legitimacy， 你诶正统性是会受到你下骹诶人诶挑战。所以因遮诶国王对迄个罗马教会是爱尊敬诶。那你要娶细姨啊，你要饲几个细姨啊啥，迄恁兜诶代志伊袂管你。但是离婚伫咧天主教诶教义内底是袂当诶，是禁止诶。这也就造成即个亨利8世后来发生了足多诶代志。那嘛因为即个背景，教会一个宗教诶组织，伊诶权力上大，包山包海，有钱有势，阁有权，土地放火烧袂完。所以迄个时阵，人讲。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嘛。迄个时阵的罗马教会，就是咱台语有一句话无啥好听的讲吼，一手念经，一向王灵，暗时走南无经，嘿，慢慢有这个，就太好吼，有听着准拄煞嘿。我会甲伊特别放大。那嘛，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其实迄阵欧洲的即个宗教改革的拍破啊，跟嘛慢慢开始啊。这是罗马教会甲欧洲的即个背景。那过来，咱头拄讲到英国，讲到罗马教会，过来咱就要讲到即个故事其中的一个女主角，伊的后头厝西班牙吼。那即个西班牙，咱即摆听到西班牙，你可能感觉讲无啥货，其实你莫讲伊无啥货，伊的迄个 GDP 甲台湾是差不多，只是咱印象的
欧洲的国家拢足强的，你著看鸟无点，感觉西班牙无啥货。但是当时迄西班牙是非常的强的即个国家吼，迄个欧洲大航海的历史的开始是西班牙甲伊的厝边葡萄牙即两个国家起过的，所以咱听到日不落国，咱拢会想到英国，其实伫个日不落国是英国吼，因是真正是，迄这是真正正讲有钱有势，阁有权土地放火烧袂完的吼。那伫欧洲吼，迄个时阵吼。迄个因的西班牙16世纪的国王叫做卡洛斯一世，卡洛斯英语就是 Charles 啦。那你若是刚刚讲国王卡洛斯一世吼，你感觉听起来无啥厉害。我甲你讲，伊的名片吼，你若是有做名片的话，伊的名片是一张尔，可能是一本册安尼落长。为虾米吼？我念互恁听，大家先莫喘气吼。伊除了是迄个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之外，伊嘛是迄个后来的德国，迄阵叫做神圣罗马德国查理五世，个罗马人民的国王卡鲁五世，西西里国王卡鲁斯二世，拿破仑国王卡洛斯四世，拉巴蒂至高无上君主，为什么叫拉巴蒂？毋是阮高雄的捷运站的拉巴蒂，因为这个国家伫咧中文翻译是叫做假帝国、低帝国。那这个国家后来有几来姓，其中上有名的姓叫做荷兰，所以咱拢叫荷兰。那其实你感觉低帝国，照咱台语来讲，就叫做拉巴蒂嘛，也是阮高雄人可能南部嘿，所以我阵叫拉巴蒂。对。那所以你看吼，一个人伊兼较侪土地，所以其实因吼，就是因即个家族迄阵吼，就是欧洲风动武林，行动万教，人看人落落，鬼看鬼跋倒的即个哈布斯堡王朝。咱的历史课本写做哈布斯堡王朝嘛，就是对因迄个时阵开始慢慢啊强大，是欧洲非常强势的即个国家。嘿，咱即欧洲的背景介绍到遮。好，安尼故事的背景大概会当了解，就是讲迄当阵英国甲即个欧洲的关系啦。啊，继续来请阿昌甲阮小解即个守着的王朝，伊开始甲亨利八世伊上位的一个过程。若是要讲到即个亨利八世吼，咱着爱先对伊的老爸亨利七世开始讲起吼，也就是即个土豆王朝的即个开基祖吼。咱台湾人讲祖先第一代对中国来叫做开代祖嘛。我想叫因老爸开基祖无过分，因为土豆王朝会使啊。虽然是贵族出身吼，但是迄个一开始的时阵嘛，毋是一个真强势的国家，因是对玫瑰战争安尼拍来拍去之后出来嘛。那原底呢，即个亨利七世吼，伊战争赢之后，伊为着要互伊即个王位搁较早，因是咱开私特的嘛，所以伊是带约克家族的即个查某囝，迄个 Elizabeth 即个查某囝，甲伊带来，所以算讲是甲红玫瑰甲白玫瑰两个玫瑰夹做伙，变一个新的王朝。因两个吼虽然是一个政治婚姻，但是因的关系是真恩爱的。因生恩爱查某囝，啊，搁两个后生。那大汉的叫做阿瑟，就是 Arthur， 伊希望讲甲英国历史上传奇的即个国王共款，即个后生，所以伊对伊的期待是足悬的。那第二个后生叫做亨利，就是甲伊共名，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那各位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啊，有大兄应该是皇太子是大兄，为什么会着即个亨利八世来接位呢？那就是因为即个大兄伫咧伊15岁迄年就破病。真无彩来拍算去过身啊，所以即个王位才有机会换到即个亨利八世来接位。即个亨利八世伊原底吼，其实细汉的时阵，老爸是无甲伊当做是要来接班的，所以伊细汉是过了足自由、足快乐的生活，要学啥就学啥。结果话一声讲，伊的兄哥过身之后，其实因老爸是非常的惊讶的。本来阮两个后生，一个伫遐 stand by 啊，一个大汉就当接位啊，结果一个过身啊，所以伫咧因兄哥过身了，亨利阵突然间对一个足自由的世界，因老爸掠伫咧身躯边，逐工念条条，你袂使创啥，你袂使创啥，伊是要接位的，所以伊的生活嘛是过了足舒服的。所以我感觉讲，
嘛是有可能因为安尼，所以伫咧因老爸亨利七世过身了，即个囡仔敢若迄个野马对迄个鸟啊，对迄个鸟笼啊内底放出来，安尼就变甲讲要创啥就创啥，逐个动拢动袂牢安尼。即个是亨利八世接位的一个过程。以上。对，拄则阿昌讲到即个 Bosworth 就是伫即个莱斯特的附近啊，离咱曼城差不多塞车可能1点半钟。好啊，安尼吼，咱讲到即个 Henry 八世伊上位了后啊，正重要就是国王上位了后，正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要娶某嘛，因为因咧爱用这政治婚姻来保护因的王的权利嘛。所以吼，咱嘛知影亨利八世就真有名，就是伊娶足济某的啊。佮为着要娶某，发动即个规个宗教的改革所以讲咱来小可来甲听众朋友小解者讲是安那伊娶即个第一任的凯瑟琳奉向后佮需要留到教宗遐佮出面爱互因出面爱发布即个教书来讲介绍讲是安尼要闹到遮大条。好，即个若讲到亨利八世吼，咱先讲我的结论，我感觉即个人就是一句台语会当形容，就是食无直直对，食了嫌懊悔所以某一定我就上重的。好，那凯瑟琳吼，伊的第一任的某吼，伊是伊的后厝是西班牙，咱头有讲到西班牙即个国家嘛。迄时阵的即个西班牙吼，拄啊甲其实西班牙过去伫咧欧洲伫中世纪有足长的一段时间是互即个穆斯林统治的，穆斯林就是咱讲的伊斯兰教的人，回教徒。那因的人种甲欧洲嘛无共，那因迄阵慢慢统一夹起来，甲因遮人赶出去吼。甲规个即个因迄个所在叫做伊比利半岛嘛，规个阵夹做伙，那愈来愈车赢。英国吼嘛希望讲甲西班牙结亲情，有即个好足强大的厝面要来对抗即个法国。英国甲法国对100年战争、玫瑰战争，长期甲法国两个关系是无好的吼。那原底呢是要迄个凯瑟琳嫁来英国，原底是要嫁互亨利的兄哥。迄个阿瑟王子，因为原底是要做接王位的嘛，但是呢，迄个做伙15礼拜，阿瑟王太子就迄个拍算去就过身嘛。亨利比即位即个兄嫂吼，佮小6岁，公主15岁，嫁因阿兄时吼，亨利才9岁尔。但是迄时呢，看到即位西班牙的公主吼，伊圆滚滚的目睭，幼咪咪的皮肤，红见见的喙唇吼，即个亨利八世伫咧心中就对即位阿姊、即位兄嫂，迄个一见钟情，二目相交，三心两意，五湖临门，玉树兴亡，七上八落，久久不能自己，实在是互伊真介意吼。只是讲这是兄嫂，伊甲即个感觉藏伫咧伊的心内。那英语有一句话讲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 幸运还是不幸吼。伊的兄哥就伫咧15岁，带即个兄嫂迄个15礼拜尔就过身啦吼。我有时咧一句话虽然无啥礼貌，台语讲吼，小梅上重菜，水某上红菜，毋知是毋是即个原因所在过身。即两位小姐即句嘛听有，恁捌真深哦。安尼我就莫解说啊吼，应该免直接解说啊吧。听上台听有就听有，听无就安尼吧。我搁讲一下，你家己体会。小梅上重菜，水某上红菜。好要安怎解说这？好，咱这是迄种咱要录取迄个优质奖的迄个袂当互加，所以莫解说啊。好，那迄个真不幸吼，伊的兄哥就安尼过身啊嘛。那其实因若是讲因为伊过身啊，那就要甲即个婚姻结束掉的，包括伊的嫁妆嘛，全部拢爱带转去。那对于当时的英国打战争战30年了，其实是无啥物钱啊嘛。那有可能人讲料内无加糜杜滚，
个安那嘛爱想办法甲即个新妇个伊的嫁妆留落来嘛，甚至迄个当时英国人偌无尊重诶，因为拄好即个伊的大官亨利七世因某Elizabeth 过身，阁有人讲无干脆迄个恁某嘛过身啊嘛，无干脆你著即个新妇嘛酒挂准家娶落来，那好险即个大官无遮尔不输贵，即个大官就甲娶。但毋知影为虾米伊诶后生亨利八世哪会遮侥幸，这咱都毋知啊吼。那不管安怎，亨利七世伊无甲娶，而且吼，头拄有讲着因是政治婚姻嘛，但是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老爸是英国少数无娶世姨诶，即个英国国王，伊敢若甲即个伊诶皇后斗阵安尼尔，是真无简单诶吼。毋知是因为伊遮物欠欠，扩塔拢互因后生亨利八世捡出来用，这我都毋知吼。这真正是。这一个老爸一个后生安尼差遮多，我嘛毋知要安怎解释吼。好得出歹顺了。是。那总共一句来讲，就是讲，因后来就想讲好啊，既然即个兄哥过身啊，伊来接即个王位嘛，那兄嫂酒馆，其实亨利八世迄阵，伊对即个凯瑟琳皇后，伊嘛是有好感诶。嘿，其实恁拢误会讲查甫人，拢讲查甫人足花，其实无。查甫人对18岁时介意18岁囡仔，到28岁嘛是介意18岁，38岁嘛是介意18岁，58岁嘛是介意18岁。亨利八世就是遮尔啊忠心的查甫人，嘿，恁拢误会伊啊吼。但是呢，即个伊要娶凯瑟琳有一个问题，宗教上凯瑟琳是亚瑟已经生困斗阵的皇后啊，已经诚恳在一起。我解说一下，我惊佮讲恁这个节目红贴网，然后生困斗阵，诚恳在一起。嘿，大家莫做其他的解说吼。那有其他的解说，迄是恁的问题，毋是阮的问题。嘿，那亨利是袂使佮娶即个兄嫂啊，因为伊一定甲你的兄结婚啊嘛，你袂当娶伊的兄嫂啊。但是呢，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说，因讲。因两个生困斗阵15礼拜尔，其实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因为伊的阿兄身体无好吼，所以无做伙就对啊。所以即个兄嫂因即个婚姻是无发生的，那用即个理由宗教上来解脱因即个婚姻关系，就变成讲即个兄嫂敢若来英国无甲因兄哥结婚，所以亨利就安尼正式娶因即个兄嫂凯瑟琳嘛。因一开始的即个嘛真恩爱，甚至讲。凯瑟琳皇后可以互伊统治国家的真侪建议，因为本身伫咧英国就是奉用公主安尼饲大汉，嘛有迄个统治国家的宗教。毋尔安尼尔，甚至有一届，即个亨利八世真正是一个百家将吼。为什么我安尼讲？有一届就天魔派甲即个法国两个冤家，结果就费了9牛二虎，外加2只大抢的力量吼，带一大堆军队要去法国甲人输赢。那你的重要的军队拢带去法国啊，对毋对？英国内底都无军队啊。那迄阵的英国北边是苏格兰 （Scotland），因甲法国、因甲英国的关系无好，因就想讲啊，恁国王做战争啊，军队拢带去，我就趁这个机会来甲因战争。结果凯瑟琳皇后迄阵国王出去啊，伊甲管理交互伊换家，伊竟然阁拍赢 Scotland， 而且毋尔拍赢尔，伊阁甲 Scotland 的国王的头夺起来，做迄个。正赢的迄个礼物安尼带转来因的国家，你看即个皇后偌厉害！哇，而且我会记得伊迄个时阵，更像是有心呢。是，所以有心的查甫人足欠步的，千万毋通掠吼，掠量掠好，毋通掠着恰查某。即个苏格兰的英国就是无来过台湾，毋知影一句话，所以才上下即个考过吼。那。总共一句就是讲，因其实一开始的即个关系嘛是袂歹的，但是为虾米会闹干离婚呢？甚至爱用到即个罗马天主教吼，这就是因为讲，伊敢若生一个查某囝，即个查某囝就是咱后来伫英国历史上叫做粗残的 Mary，Bloody Mary。你若去迄个酒吧啉酒的话，有一个酒，迄个有了迄个加加普番茄酱啊。叫做迄个 Bloody Mary， 就是用伊的名的。那但是这是个另外一件代志，咱就无直接讨论啊嘛。那总共一句就是讲，伫迄阵伊敢若为伊生一个查某囝尔，叫做 Mary。那你会知影讲，伫迄当时的欧洲，包括英国，伊是无
查某人做过统治过即个国家。那迄阵男权至上的关系，因是感觉讲，迄个清军的人袂当治国吼。后来台湾政府讲，恁遮的人拢无相信吼，清军的人嘛当甲国家管得好吼。从阮的故乡高雄，以前就是和陈菊市长嘛统治了。对啊，统治，你竟然用统治这个字，管理了袂歹啦，嘿，管理了真好，嘿，风调雨顺，嘿。对，国泰民安。那为什么会闹到要离婚？因为敢若生一个查某囝，因阁是一个新起来的一个王朝，甲第二代尔阁无稳。万一若换查某囝的话，第一因感觉讲查某人无法度统治国家，第二因惊讲安尼会互变，迄个国家的王权会互淹倒。各位你莫感觉讲无可能的哦。较大即个任务讲到当时欧洲个另外一个足强势的国家叫做碧君地 Burgundy。因就是因为生无后生，干那查某囝，那最后因即个查某囝无后生之后，查某囝嫁予即个哈布斯堡王朝，因的规个王朝的财产准备嫁妆送予即个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哈布斯堡王朝的遮强一部分就是因甲规个迄个 Burgundy 规个吞落来，而且无了着一智慧，等于因无后生，规个王朝就变互人啊，所以英国其实嘛足惊安尼，那所以讲。因为安尼，所以伊就开始去斗着其他的查某人啊。当然，我感觉伊本来就足自高啊啦，嘿，这应该嘛。嘿，那我只是帮伊找一个理由，毕竟是读去书会，嘿，嘛是查甫人拢是爱牵拖一个嘛。那为什么这个理由、这个代志会闹到这个天主教会吼？有一句，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吼：一母无人知，两母烧下呆。虽然凯瑟琳吼受到迄个英国人的迄个疼爱甲尊敬，就较多咱讲的真侪代志嘛。那但是即个亨利吼，伊敢若生一个玛丽尔。那即位玛丽就是咱头仔讲的即个 Bloody Mary 嘛。所以讲伊其实一直足紧张、足烦恼的。那后来呢，伊就斗着凯瑟琳身边的查某干，其实讲是查某干，但是嘛是贵族出身的，只是甲国王比起来算小贵族。一个叫做迄个安波林，因即个家族的查某囝，甲伊斗做伙。那各位若有兴趣吼，你会当去看一出电影叫做台湾话也叫做《美人心机》《美人心机》。那英文是叫做 Another Boring Girl， 就是因即个家族其实一开始是送另外一位查某囝 Mary 过，那即个查某囝其实只是干那做伊的迄个情妇尔，无真正甲伊斗阵足久诶。那因后来佫送第二个查某囝叫做 Anne 过，所以人叫做 Another Boring Girl。那即个查某就足有心机啊，伊感觉讲伊无要剩伊的姐姐，干那互困几摆尔，安尼摕一寡钱就准拄煞，所以伊一直甲即个亨利甲伊声。但是佫无要甲伊成群斗阵，一直甲伊讲，人毋是凊彩的人，你毋通安尼。但是历史后来看，伊真正毋是凊彩的人，但是凊彩起来无心像人吼。伊直甲人，那就是要逼伊讲吼，你莫安尼，人毋是凊彩的人，你若要甲人安那，咱爱正式结婚，啊无安尼我会写着阮兜的面子，一直安尼甲伊吊。那即个查甫人就是安尼，你愈简单得到的物件，你就袂珍惜，安尼一直甲伊人，伊就愈猫，所以最后伊就为着即个安波林一直想办法要来离婚。那当然，迄阵的罗马教廷，咱有讲到，因甲西班牙是即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讲对即个罗马教廷来讲，是影响力足大的。那西班牙其实迄个罗马教廷是毋敢得失即个西班牙的，所以对迄个亨利要离婚的代志，一直在拖沙无爱决定。那咱毋是有讲着嘛？即个天主教是袂当离婚的。那亨利是用啥物理由呢？即个咱头仔一开始讲因安尼离婚的，大家阁有记得无？伊讲伊甲因阿兄，即个凯瑟琳皇后甲因阿兄阿瑟王子的婚姻关系是无存在嘛？即摆伊有即个讲另外一种讲法啦，伊要讲无，伊要编口经啊。伊讲无啦，迄个其实吼，凯瑟琳皇后甲阮阿兄一定成群斗阵啊。我甲我的阿兄
我甲我的兄嫂佮生困斗阵，安尼是违背圣经，阮安尼是乱伦，就是因为安尼阮受着上帝的咒惨，所以我才会生无后生。这就有一句台语讲吼，即个未生牵拖厝边隔壁，未受牵拖客的吼，足够牵拖生后生。其实后来咱读过生物学，咱拢知影这是查甫人的基因的问题嘛。但是迄阵咱牵拖互查某嘛，牵拖别人是上简单的，所以人讲吼。迄个欠钱怨债主，不好怨爸母，股票输怪政府。我感觉兄弟这就是一种人吼。足侪台湾人拢嘛安尼。好，那咱讲大家，反正伊就用即个理由讲吼我这其实是迄个违背圣经的教育的，所以我袂当娶阮兄嫂，我即个婚姻是无效的。伊无讲伊要离婚，伊讲伊的婚姻是无效的。那教廷嘛毋敢处理即件代志，所以即件代志就一直拖。那拖到什么时阵呢？拖到伊甲即个恩波林两个无细之生困斗阵啊。那恩波林阁有心，那即个时阵兄弟就一直感觉讲，即个百面是后生，一定是后生。伊就有时间的压力，伊爱伫即个后生出世进前娶即个恩波林。为虾米？因两个有婚姻关系生起来的囡仔，才是有合法的继承权的。无即个囡仔伫咧英语叫做 bastard， 就是外口偷生。就算全世界拢知影你是兄弟百姓生，只要伊毋是你国王甲皇后生，即个囡仔是无继承王位的权利的。那安尼即个后生生出来对伊来讲嘛无路用，所以伊最后就因为利用即个关系，准用硬强的硬要离婚，但是天主教阁无爱互离婚嘛，要安怎？既然安尼，其实兄弟百姓原底是足屁想遮所谓的宗教改革，伊拢感觉恁遮人是咧乌白讲的。但是这想法，其实宗教改革嘛袂歹，至少会当互我离婚。那伊利用即个机会，甲天主教拆破关系，讲阮英国的教会系统脱离天主教，而且呢，佮利用即个机会做一件代志，因为伊伤费类啊。一直拍七啊，一直佚佗办 party， 有诶无诶，开销足重诶，甲因老爸累积诶钱开甲差不多啊，所以伊就利用甲教会拆破关系即个关系，去甲英国教会足侪财产，本来是罗马教廷咧管诶，拢甲伊抄转来，所以就嘛是趁着足侪钱，当然伊诶钱嘛是后来佫继续费类。那利用即个关系，后来就离婚成功啊，那甲即个恩波林做伙。那其实因为伊个人的即个欲望安尼吼，伤害到伊的即个凯瑟琳对伊足疼的一个奉孝。那最后伊其实嘛足郁出来过身的。那包括伊的查某囝、伊的家庭，其实拢造成足大的伤害、足不幸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可能是安尼。英国后来你会发现讲，亨利用到亨利八世后壁，英国就无佫叫亨利的国王啊。我的故事就讲到遮。所以是安尼，后来就无要用亨利了，无人要用即个名。因惊讲，若佫一个国王安尼，佫爱娶某佫离婚，佫娶某佫离婚，一个国王安尼办足侪，干嘛是足开钱的呢？对。毋过咱到尾，咱近代嘛有一个啊。近代哦。咱近代无啦，毋是国王啦，是王子八国王啊，伊毋是嘛离婚吗？你讲 Charles 哦？对，Charles 系啊。伊是做王子做足久，人做王子做足久足可怜啊，莫佫讲价啊，好无？我想好识着，我是当然嘛，阮大家就讲，女王应该直接传互因孙仔就好啊，无因囝已经75岁，应该无做袂久，佮要开钱。恁徛伫个人的心情偌可怜，你就出大汉仔代志，人就讲，以后恁妈妈若无伫个，你就当做国王，你偌欢喜，到70岁啊，头鬃拢落甲了啊，恁同学恁朋友拢退休啊，你佫还袂做上班，还袂做国王，你敢不悲哀吗？上班到袂起，连布拢换，结果老母佫伫诶，你看偌悲哀诶！最后实习生终于转正职嘞吼。系啊，对。我天啊！安尼今仔日录的时间嘛差不多，安尼英国方式的 soap opera 嘛差不多到遮互因。对，就听你啊。
这雄雄安尼调一个，好，咱这集就先到这啊！感谢阿聪来甲阮小解啊！大家爱注意收听咱的后一集呢，阿聪会继续来甲阮小解Henry 8世伊的三个囡仔的一寡故事。好，安尼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车人客上新起的土地，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